台湾民间有一句俗语话：天下第一公，种甘蔗互花社公。西元1944年，民国33年，当时的台湾是互日本政府统治的。迄个时阵，阿梅是8岁查某囡仔。阿梅的爸母是农民组合的抗日分子。日本兵迄个时阵当伫咧掠阿梅的爸母。阿梅坎坷一生，从此开始。来走，抓着6个，抓个剩几个？甘蔗唔上暗，找无？白假咯！我大苦西问你个剩几个？搁剩3个。抓袂到，我都唔相信，用烧嘛要给烧出来，放开烧！係。是吧？鱼丸好不啦？不要紧，千万别撞啊！你一定就要按照我的命动。阿妹啊，你看哪会？无啊，你唔是会找阮？阮有知啦，阿雄雄讲哦，就叫炸毁啦。爸甲你老母出代志啊！紧来啦！什么代志啦？行啦，紧来啦！你这个放回去来。阿主管，这什么新兵转会4口人等啊，头前个日本兵。对啦对啦，规地一人拢掠起，咱嘛出来行无？不会啦，日本人都是你等人啦。站就站嘛，干家，干爷老爷家。你把回家有啥面膜？
拄则无血，即马有血啊！阿舅呀，你们做啥啊？我想要出去啊！这份烧掉了，还有一份永远烧袂掉，拄伫咧写。这份名单，讲咱三个上清楚。一本人若是拿着你，甲你灌水，夹正甲，你敢做会掉？我就是挡袂掉啊！那你挡袂掉，抽烟我嘛挡袂掉，咱袂当连累其他的人。你唔靠阿妹咧，阿妹是要安怎？也个安尼啊细汉呢？阿妹啊，阮啊，这时阵你食啥物阮啊？我真无机会啊！阿梅唔知伊阿爸母是地下组织农民组合的抗日分子。迄一天，甘蔗园的火一直烧，阿梅一直看。迄个时阵，伊也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，也唔知影伊的阿爸母就伫个甘蔗园内面。几工了后，另外一班火车将阿梅载走。这是阿梅头一摆坐火车，也是阿梅头一摆看到海。阿梅好亲像也未发觉到火车已经将伊载离开故乡，火车也伫要载走伊无烦无恼的童年。
阿梅，咱为遐入来。阿梅，阿婉姨甲你交代的话，你都爱会记的呢。若是去人家做查某囡仔，都爱听主人的话。迄主人若交代你做啥，你都爱做啥。随时都爱有笑面，安尼才会得人听，得人小知影无？我知啦。先生娘啊，先生娘，先生娘，迄个查某囡仔吼，我甲你带来啊啦。来啊，先生娘你好，我是阿梅。这个囡仔是安怎吼？因老爸老母才多死尔尔，伊还阁手会出。无啦，先生娘，迄着我吼。你安怎？我，无啦。因老爸老母的代志，伊也毋知影哟。毋是啦，伊嘛一直甲我问呢。是我袂甲讲啦。我是想讲吼，因爸老母安尼小可毋正样。迄看起来吼，实在是足惊人的，所以我毋才袂甲讲。是讲吼，阿梅这查某囡仔吼，伊真巧伫的啦。我相信吼，伊应该知影才对啦。既然佮知影，还阁手会出，这个囡仔吼，实在是足无情。无啦，先生娘啊，你毋通误会伊啦。阿梅这查某囡仔吼，伊心肝真软呢。迄伫阮庄的吼是通人学落了，你莫误会伊，吼，先生娘。囡仔性上好认，哪有啥物通我误会？阿婉啊，人既然甲带来遮教我，要安怎雕，要安怎教，教互我就好啊。你安怎讲？无啦，先生娘啊，我有答应阿梅吼，讲要踮咧遮甲伊做半几工啊啦。唔免啦。毋过。我惊伊袂惯势呢。阿婉啊，囡仔会互你伤害去啦。先生娘啊，先生娘。这样才会食哩，才湿湿的，无这安尼无菜，吼。一个地板安尼冰冰冰冰，你即马是伫咧做工课，还是伫咧佚佗哈？先生娘，是嘞啦。搁笑！恁爸母已经死啊，你知无？你还搁笑会出来？哼！
生新娘吼，伊较杂念尔啦，其实也无歹意啊。来，去食无？其实吼，生新娘讲也无毋对啊。恁阿爸阿母才过身去尔，你事事项项都爱较注意咧啊。是阿妈伊要甲我讲，你讲啥？阿妈伊要甲我讲，做人的查某囡仔，随时都要结笑面，安尼才会得人听，得人想。是阿母若教你的哦。遐若安尼，恁阿爸阿母的代志，你毋早就知影。讲起来，是生新娘错怪你。不要紧，至少也无知影吼，你上乖。来，紧食吼，紧食，乖。阿爸，阮阿妈伊啊咧，哦，听生新娘讲吼，好像又转去啊咧。转去啊？是啊。伊讲伊要住喺遮呢，伊哪会当甲我骗？伊当时转去的。我知。这早囡仔实在有影。阿妈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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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妹啊，紧来食一寡物件，你若无哦，我倒会枵哦。你安尼后尾伊看到，会生气，你知哦？要若无，恁阿爸阿母知影，伊嘛会生气呢。乖，紧来食吼。紧食吼。对啦，你有叫乖。我来烫一块汤互你啉，你看食吼。来啊！人嘞？是差不多。阿妹，你先拿啦哈，乖，能够，乖，能够，我就想要爸母哎。紧的啦，别生气啊！你是阿无讲，你哪会误会啊？就是的，我想要囡仔用的，你落加困一下，啊，一个手一个安尼屁屁叫，我要伊甲人开好袂啦？好啊，紧啊！哎，你那洗米露咧？你那洗米露，你前几工叫我摕去后壁洗，你袂记哩啊？记去摕啦。物件甲你穿好啊？
要吃早顿才出门无？无时间啊！我洗米落来。洗米咯，前几工仔去捌着病人的血，遐去洗啊，用同担啦。运动单安尼唔紧摕来。啊，菜也去摕啊。啊，这查某囡仔像啊，之前拢捌看过。伊就是阿梅啊，阿梅，伊当时来的？昨来啊，是安怎哟？伊来，你若无甲我讲啦。你就是阿梅哈？你看到先生袂晓叫许啦？你叫我细声是啥有听啦？啊，你点点啦。阿梅，你头打起来。有想就对，面型啊，亲像你老爸，那琵琶嘴像恁母啊。哦，你看，你的手哦，拉萨干，啊，来，来，上叫伊洗衫的啦。那咱兜做查某囡仔，本来就是爱洗衫啊。谁甲你讲伊来咱兜是要做查某囡仔的？啊，无伊来咱兜要创啊？拍卡咯！你毋是讲你要开话？你敢知影？我已经等你几落工啊！我有几句话要甲你讲，你坐咧。坐咧啊！你敢知影？你现在会来阮兜？对我来讲，我接你来遮，毋那是因为咱是共故乡尔，还阁因为你老爸老母所做的代志。恁老爸老母是农民组合的人，你敢知影农民组合？农民组合，好啦，毋知影袂要紧吼，你非得爱知影，恁老爸老母因真伟大，因所做的代志，和我都不一定做会到。我真钦佩，我是一个医生，虽然讲伫这个社会上，大家拢真尊敬我，啊，毋过伫我的眼中，恁老爸老母因为着保护其他的同志，甘愿来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因才是真正值得尊敬。即摆我所讲的话，可能你还阁无法度了解吼，啊，毋过不要紧啦，菲弟，你着爱会记得，你来阮兜
毋是来做查某干啦。我希望你会当将这个所在当作你家己的厝共款，啊，你已经失去老爸啊，互我来做你的老爸。阿妹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查某囝。你毋是讲要开会，煞咧拖拖刷刷。我来去开一个会，下晡就转来，啊。等下我入去写来啊，我要买几领衫回来互穿。你有相枪？阿梅啊，今仔无出来旁边整理一下，想阿梅带遐。望出门旁边。啊，对了，下晡你走一逝，去找蔡老师，叫伊找几本仔册互你。我要教阿梅读册。你到底叫阿梅来咱兜，是要创啥？我叫伊来做咱的查某囝。你叫伊来咱兜，就是这个目的。嘿啊，这重要的代志，你是安那事先毋免甲我参详者。咱迄边有一个后生啊，是安怎着搁认一个查某囝？你安尼做到底是啥物意思？舅哥，阿梅的老爸老母是安怎死的？你嘛足了解。伊即马除了咱母啊，已经无任何人通挖苦啊。安尼嘛免认你做咱的查某囝？细声点。我甲你讲，阿梅的老爸老母本来会当活甲真快活，甲人共款的快活，因就无需要去用小死的感觉，你知吗？咱这个社会哦，欠面的实在是太多啊！这笔消，别人是害袂起，我若我都害，我都一定爱害呢。啥物代志，拢是你讲了就准拄算。我伫这间厝内是算啥？为着这个外人，你竟然都甲我安尼大细声！我不管你安怎想啦，会从即马开始，我就是伊的老爸，啊，你是伊的老母。林秘书要认阿梅做查某囝，阿梅并无感觉欢喜，颠倒是先生娘的眼神，让阿梅感觉真惊赢。这个时阵，阿梅唯一会当做的就是拼命做代志，伊唔敢望做林秘书的查某囝，只干那惊先生娘会将伊赶出去。但是阿梅完全想袂到，林秘书是真正要将伊当作是林家的查某囝。来来来，
先生，你看，有水无？安尼就好啊。哦。这是我的后生的房间，暂时先借你困。内面的物件不准你甲我乱摸，知无？知。你的油灯会当留予我无？我一个人会惊。来，摕去。都是阿母。后摆不准你叫我阿母，有听无？因为美军轰炸的关系，是不是灯火管制？暗时啊，袂当点灯仔火，暗暗的蜡烛火，互阿梅头一摆看到邻家的孤囝茂春。大家娘啊，少爷倒来，你足欢喜的吼，免讲嘛欢喜。阮人吼对外人比对我较好，我看我以后吼是干那剩这后生通我困啊尔。先生，你要出来啊？啊，你药啊，甲你传好啊，去找阿菜。来。别。哦，会车来啊，会车来啊。阿梅啊，咱来看你无春吼，都要叫阿兄吼。你敢若比我较欢喜呢？因为会当坐三轮车，嘛会当看到火车。哟。好啊啦。哦，好啦，行。哎，紧啊！阿梅，拜拜。行啦，谢你哦，哦，再来行。紧的啦。先生，救命！阮还阁有代志咧，谢谢啦。莫安尼啦，先生，阮小弟吼去用拍到规身躯拢全伤，头壳搁一空，所以拜托一下，拜托啦。啊无，恁两个去就好啦。啊，你多谢，先生多谢。多谢，你过来。来，进来，来，进。安尼你嘛免去啊啦，行啦，咱紧行。一生一
一生一切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一生一切。足疼的，哦，我看。哦，疼，哦，足疼。这来先坐下。好。哎，阿菜，这包药啊，但是要摕互车头表迄个陈先生。你去了3年厂，你甲我扣扣，伊就知影要摕互啥啊。好，紧紧紧。玉梅，你哪会无去啦？拄啊好，这药仔你送去互陈新娘，爱较紧的哦。陈新娘看到你甲药仔送去吼，一定会做欢喜的。真的啊？嗯。哎呀，哎呀！阮小读大学，你倒来咧？嘿，你今日来接表？嘿嘿嘿嘿。阿爸咧，你若爸咧无闲啦，会叫我来接你啦。啊是有较算啦，无啦哈？无啦，无哟。啊你咧？啊，我毋是叫你莫来，你是来要创啊？你若遐爱佚佗吼，煞袂当去恁庄卡。先生叫我摕药仔互你啊。哎呦，但你是安怎啦？规身躯安尼母啊乌糟糟，你莫在遮咧写死写情啊！回去啦。哦。阿母，这查某囡仔是啥？免插伊啦。阿母，最近身体有勇行无？嗯？阿母身体真勇健，来，我看卖咧，看你较肥也较瘦。嘿嘛，都加正一寡啦，较肥的毋则较好看吼。啊，无咱来转吼。无出，无。
你是强妹吼。我叫你木村，我是你爱。火车载走阿梅所思念的阿婉儿。这个时阵，阿梅小小的心灵也毋知影讲，同一班火车所载本来的木村，就要改变伊的人生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妹，我来开。阿爸，无顺啊，我转来。转来啊哈，一路有顺心无？我这阵吼，本来要踅去琉球啦，后来听讲美军的军舰吼伫遐出现，阵吼就直接驶转来台湾。除了风雨有较大，我小可幸存，一切拢平安。哟，安尼算袂歹啊啦。爸爸较早坐船哦，是见坐见吐，吐到胃酸吼，强要压出来。转来就好啊，啊。阿梅，伊就是你阿兄木村。阿梅，啊你规身躯若这垃圾啦？爸，你毋是有一包药要摕去互病人？阿妹吼对咱兜摕一包药啊，走到车头摕去互阿母，身躯吼才会甲我遮垃圾啊！你安尼对咱兜一路走去车头，啊？鞋也无穿。哎呦，阿妹啊，你甲看卖啊，规身躯安尼垃圾你落，我甲带来洗身躯吼，行行。今日甲身躯洗互清气啊。哦。啊，你卡垃圾敢带点物件？什么查某囝，无教识。阿梅是安怎无甲你做伙去车头？是安怎啦？是伊家己讲不爱去啊。伊家己不爱去，还是你不爱互去？要出发进前，伊就甲我讲，哦，今仔日伊足欢喜的，因为当坐三轮车啦，又搁会当看到火车，遮尔单纯的囡仔呢，啊？哪有可能伊讲不爱去就不爱去？一定是你不爱互去对。我是要去接我的囝，这本来就甲伊无关系啊。啥物合作无关系？到即摆你搁讲这种话，你就是不爱甲当做你家己的查某囝就对。要做我的查某囝吼，都要有缘分啦。你是讲啥？我甲伊无缘啦。胡说出去！这种代志甲缘分有啥物关系？明明都是你家己心态的问题啦。你讲我心态有问题？本来就是安尼。你为着一个外人，对我大声写无答应，你即摆搁讲我的心态有问题？你想我平我认你做查某囝啊？阿妹伊要住咱兜，会用的啊。咱要照顾因，会用的啊。我是安怎一定都爱认你做查某囝？你袂记你家己真心的查某囝？袂记你啊吼？我永远都会记。
咱真心的查某囝。叫苦。啊，每秒秒动心我的情骨了，你来强强要逼我啦！我甲伊无缘就是无缘，我甲伊无缘就是无缘啦。阿婆，是我啦。有位啊，你若七早八早咧洗身躯啦？是生新娘叫我洗啦。啊，我都还袂遐烧水咧，讲安尼。哎哟，这水冷叽叽，啊你洗会寒着啦。袂啦，我愈较大个就袂寒啦。来来，我来倒洗较紧紧的。哎呀，挑衅哦。天光不甘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为你袂吃袂困，心事拜头白昏，讲阮思思念念，想你，想到天光。为你袂吃袂困，心事拜头白昏，讲阮思思念念，想你。